测试看这个马达呢，可能马达没问题，可能是这个排线呢。排线说可以修剪呢，要垂直哦，不能歪斜。剪掉以后怎么让那个金手指那个金属露出来？用刮胡刀能不能刮出来？可能要什么技术啊？可以问 Gemini 的 Gemini。现在这个是12伏特的，这个黑色的护极，然后那个红色的是正极，黑色护极，然后红色正极。这种插头这种插头外面是护极，用黑色的绑好，里面凹洞是正极。小心不要正负接触，拉远一点，不要正负接触了，还是短路了。你看要脱落了，你看这种插头了，正负极啊，外面护极啊，外面护极黑色线把它绑好，抓紧不要又跟那个正极的接触了，会冒出火花，不要烧坏马达。你看正负红色，正黑色负，然后这个正极的从这个中间的洞挖，正极的从中间的洞放进去，你看马达马上在转了。你看这马达没有坏掉，看这样应该是排线可能是这一条排线坏掉。问Gemini说可以剪呢，剪了以后金手指怎么冒出来，怎么露出来？可能是不是要用刮胡刀刮？要剪垂直不能歪掉。然后它底部还要拖一小片的那个塑胶片呢，不然可能要连住了才有力量推进去那个座。你看那个插座很容易推断掉了，软的这个不容易用人工的不容易。